如果有緣擦到我，咁即係話你真係要變好啦。跟住落嚟呢3點一定要認真聽。第一，管好自己，少啲干預人哋，外界對你嘅評價聽就算唔使放喺心度，人哋嘅睇法定義唔到你，你嘅人生從來都應該由自己做主。第二，犯錯就積極面對，制出問題，唔好成日陷入糾結同自責裏面，將每一次跌低都當成成長嘅契機，將經歷沉澱成經驗，你只會越來越穩。第三，對於嗰啲掌控唔到嘅人、同事，要學識坦然放手，唔使強求，唔使內耗，順其自然就得。你一定要記住，所有發生喺你身上嘅一切，都係喺度為你嘅成長鋪路。世間萬物唔為我所屬，但皆可為我所用。